是枫桥清水。苏州是江南水乡，也是江南石材之乡。中国的石材建筑起源很早，从巍巍壮观的万里长城，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凿的敦煌石窟，从富丽堂皇的13陵到南京中山陵建筑，从故宫颐和园皇家建筑到人民大会堂上海外滩建筑，从皇宫庙宇雕刻到民间石艺，中国石文化丰富多彩，石材成了中国人生活不可缺的一部分，在宗教、建筑、园林、陵园等独树一帜。江南水乡在宋至元代初期用武康子石建桥，在经历了元明时期使用青石石灰岩的阶段后，至明代中期以后，已完全使用花岗岩建桥，称作金山石，产地在苏州。据《苏州吴县志》记载，金山出名容物山，晋宋年间凿石得金一金名，山高50丈，多美石，潺潺高耸，阶壁绿色。当地有老石匠声称，祖辈曾在金山的支脉容物帮田基山中发现过金光闪耀的矿石，金山的美名便被传扬开来。当地居民开采金山石的历史非常悠久，大致始于晋宋，成于明清，至上世纪30年代进入鼎盛时期，80年代达到全盛。清代中叶以来，苏州古城内外的桥梁、花园、府邸、寺院、陵墓、城基等各类建筑，原本广泛使用的青石，几乎完全被金山石所取代。鸦片战争以后，金山石料更是被大量运往上海，作为修建西式高楼大厦的上好材料。著名的上海外滩、中国银行大厦等大型建筑的基石和贴面石材，均采自苏州。民国初年，苏州采石业盛况空前。1926年前后，在隆隆石炮声与叮叮锤凿声中，共计10万余块金山石料被运往南京，用于修建中山陵。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山陵大门、墓室、碑亭、牌坊、侍卫室、甬道、地平、踏步以及240多级台阶，其主要材料就是苏州金山石。1937年至1940年间，由于上海城市建筑施工的需要，苏州采石业变得异常火爆。在美国纽约兴建的苏州园林式古典建筑明轩，也曾大量使用金山石作为建材。
石材是人类发展历史上最早的建筑材料，石材以其天然之美，装饰着人们的室内外环境，在古今中外建筑史上谱写了石材的雄伟篇章与绚丽佳作，形成了独特的石文化，成为世界绚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上世纪90年代，在开山采石中被肢解的大量山体，已成为苏州生态环境难以愈合的创伤。连绵不绝的青山变得支离破碎，取代茂密植被的是裸露的岩石。原本在此生息繁衍的野生动物绝迹了，清澈的河流也因开山采石引起的水土流失而变成污泥浊水。本世纪初，苏州全面禁止开山采石，实施荡口复绿工程。面前正在建设中的高景山公园，貌似盆景式桂林山水，已经成为附近游客的休闲之地。